讲到这上架工资法，今总算是三读通过啊。劳动部未来就要组成研究小组，甲上架工资审议会来制定上架工资。劳工团体认为，讲这个法案未来对于未来会当改善这少年人薪水过价问题。不过，有学者是认为，讲这上架工资审议会结果，将有可能是政府有权滥权。未来法案也是爱看施行的结果来做修正。伫立法院最后的会期内，上架工资法拜二总算三读通过。英国劳工工资拢是根据基本工资审议办法这个法规命令来调整。劳工阁着看执政政府的面色敢有愿意要调悬，但是即马立法了后，就是甲提升该做法律的地位。劳工团体认为，这个法可能会当解决加薪的问题，但是有学者认为，以后应该要是政府来权。中央结婚嘛无想要生囡仔，我认为这个基本工资法然后。甲台湾的底薪这块看会使甲抓掉无对着这个时代哦，到底咱的物价起价啊免啊较合理的甲薪水调悬啊呢？因为通过了，这个雇主有对做无都做会到，咱会使去慢慢的甲修正这个法令啊。国际劳工组织 ILO 伊嘛讲，提高最低工资是政府解决低薪的有效的政策工具。既然是政策工具，表示政府应该决定嘛。未来现在结果，我就系讲啊，维持以前的方式，劳资双方要甲政府、甲学者四方面来协商嘛吼，所以这部分该观察啦嘿。蔡英文政府自2016年执政以来，基本工资调悬8届，自2016年月金2万通啊，加悬到明年的27470块，起伏有37.3%。不过，若就这3年的平均月级中位数来讲，起伏干那伫咧0.6%至2.37%之间。若像去年通膨2.95%接悬的时，民众认为薪水根本就对不着物价。我们台湾我觉得就是物价太高，然后薪资是跟不上物价的，对，这样有点不太公平。如果在调整薪资这方面有一个更客观的数据去可以参考的话，会让就是可能我们对于今年要调多少或明年调多少，会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。民众对上架工资法有真侪期待，认为法制化了后，规个审计机制会当透明化，政府未来有责任爱甲调整的数据根据公布清楚。劳动部是表示，所来赶紧筹备审计会和研究小组，法案施行的时间会个公布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